问12月洗烫诶是啥物意思？哦，12月洗烫，洗烫美秀这边是讲人真衰尾。哦哟你甲看哦，12月洗烫，12月1月到12月是上尾啊，虽上尾然是有一个月寒啦，对不过你知影迄从1月吞到12月，迄洗烫外臭，你即马若甲讲破了，哇，迄一个味出来，啊，毋是足衰尾，哎呦，啊，上我的胆叫做形容人拼死命咧做代志。做洗烫，嘿，唔是做洗烫，因为洗烫爱清嘛。嗯，哦，啊，你若是负责清洗烫的，11月诶，正月你就清，2月你嘛清，3月你嘛清，一直清到11月，上尾啊1个月啊，你嘛是足认命的、足认份的，甲这个月12月的洗烫嘛甲清掉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形容人拼性命做代志。哦，西学啊，拢是欠一冬，伊毋是逐个月拼，是欠一冬啊。实在是年底要清炖了后要过年啊，所以伊就是全部拼出来，把遐个屎拢拼出来。好啊，所以咱叫做真拼，是一个日克拉话。啊，伊的意思啥物？就是讲你会当这一项代志我就拍拼去做，所以我就是真拼就对啊。我12月洗烫一